今仔日是阿公阿嬷节，家人的海科馆有招真侪阿公阿嬷甲学生囡仔做伙来举办环保音乐会。这音乐器拢是用海边啊桥来铺球、水流茶再制作的，希望让大家会当享受音乐，嘛会当推广爱护海洋的观念。 一定阿公阿嬷若唱歌，若配合音乐广告，上世界看就发现，这乐器拢是用铺球、水流茶做的哦。其实这材料拢是对海边啊桥来的，为着要互民众注重海洋本色和环境的议题，伫家人的海洋科技博物馆邀请乐器修复师傅甲时代安怎运用这海洋本色创作乐器，然后选伫8月25阿公阿嬷在即天来办音乐会。阮自细汉拢伫海边耍发现其实很多海废垃圾嘛。 其实我最早我就想讲，其实那个浮球，我就想讲，这应该是会当摕来做鼓。这场音乐会唔但有来自社区的潜水团和学生囡仔，海科馆嘛邀请馆内乐龄学习中心的学员，逐礼拜来和专业的老师上音乐课。有学员就分享讲，这唔但互海洋本色有新生命，嘛互因的退休生活充满活力。浮球啊，这就是无用的物件，啊，无倒捡起来，就搁嘛是搁甲单调做粪扫安尼吼。唔但即个物件伊会活起来，连阮的生命搁较活起来，搁第二春搁来啊嘿。共同来做这个代志，其实是足好的代志。为咱的台湾，为咱的地球，大家贡献一个心力。哦，这是阮海科馆同注重的代志。 海科馆强调，博物馆唔但是展览典藏传播知识的所在，嘛有推动终身学习和社会教育的使命。因希望透过这款活动，唔但让时代有成就感，嘛通互民众有爱护海洋的观念，为环境尽一份心力。记者卢尚如、陈俊尧，家人报道。